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咱要来学咯，咱的主，这是咱搁来唱圣诗580首，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咱同款唱第1节到第3节。彼时我心情真正艰苦，虽然对敌来，也敢看天国天长，遥久主予我通遇着，大项艰难主
主拢会甲你摆开。上尾咱来唱圣诗第400首，咱用这首诗歌，咱来用祈祷的心来准备心来礼拜。这首歌有反复吼，愿主灵来甲你同在。阿堂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仔日带领阮到圣殿来。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战争的时代，这嘛是一个艰苦的时代。但是主，你合阮来到圣殿，阮心内就有喜乐，阮心内就有欢喜，阮心内就要来学罗你。感谢你已经国外，你离阮的心上要有国外的精神，国外的快乐。国外的能力，感谢耶稣基督今仔日为我活，为我死，佮为我互我将有济喜乐来到圣殿来学罗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请恬静咱的心来敬拜上帝。上主啊，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将你的道教示我。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归日听候你。上主啊，求你会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
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起立。请坐，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上帝，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脚步，带领阮来到主你的殿院，自职敬拜。我要献上感谢甲懊恼。主，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服侍你，愿一切事奉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予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道理。求主赐福黄牧师分享的信息进入阮的内心，予阮得到造就甲帮助。求主赐福教会伫逐项事工的推行上有你的帮助。每一位同工对你遐得到力量，求你看顾牧者，保守伊的身心灵，伫伊的身上温上加温，用满有温高的智慧牧养你的百姓。求主赐福阮每一个家庭，互阮伫社会上会当充满关怀甲信心、喜乐甲平安。前一段时间，天气变化大，一时热，一时冷。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健康，特别为着厝内有长辈、幼婴，甲身体有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日时暗暝，拢求你看顾，求你大能的圣手使阮束缚伫你疼的这片土地。求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门。来启应，启应文第19篇，诗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
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脚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索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温辉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到11节。既然上帝予人进入安息的应允，要留伫，咱着小心，才免恁中间有人想讲因得袂到即个应允。福音平平有传互因，嘛有传互咱。毋过因所听见的信息对因无利益，因为因遐个听的人无用信心领受。咱遮个信的人，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照伊讲的，我伫受气中立誓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其实上帝创造宇宙的时，伊的工作已经完成。关系第7日，圣经一个所在有安尼讲：上帝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作来安息。共即个所在有阁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既然大声听到福音的人，因为毋顺坦，袂当进入安息，上帝就为着其他的人保留即个安息。真久以后，伫大笔的册有记载，上帝设定一日叫做今仔日，亲像顶面讲的，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毋通硬心。约书亚若有予因安息，上帝就袂得后来阁讲起别个日。安尼，上帝要为着伊的子民保留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因为进入上帝所赐安息的人，亲像上帝煞伊的工作，嘛煞因一切的工作。所以，咱着努力来进入即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遐个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圣经读到这，这时请双联团契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歌是教家用的文典。
正靠主的恩教业我用。即时来正道，请本堂黄牧师。敬畏平安，三甲来祈祷。主，阮主席伫你面前，要听你的话，愿你的话伫阮内面发出光，成就阮的生命，成就阮引出的路径。主也互阮对你的话中间得到激励，得到信心的瓦靠。主透过你的信息，帮助阮行伫上帝你的旨意中间，也透过今日的信息，我当靠你进入安息，甲对人也受亏难。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要来继续，再来讲起甲希伯来书这是系列的讲道吼对于头前这个所在讲到今日，那伫圣经内面其实有几个所在，就是圣经的作者来勉励当时以色列人的百姓，特别是犹太基督徒，因为对着真大的困难，但是呢，伫这中间嘛对因有鼓励，但是嘛对因有警戒。警戒讲，恁着爱真慎重、真留心注意恁所听到这个救恩的道理，因为有真侪人要逼因搁倒转到因所原来信靠的犹太的宗教，但是伫这所在讲，主耶稣基督所带来，伊乃是旧约中间所有言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伊所传来救恩的信息，咱得非常重视、非常留心重视表示讲，你得靠信心来相信毋来因为拄着真大困难就离开这个道理。第二个境界就是讲，毋通失去信心，因为失去信心呢，咱就无法度进入到上帝所应允、信靠伊所产生的安息内面。伫过去呢，以色列人因为无信心。所以呢，虽然因上帝引出因，虽然上帝伫因中间行真大的神迹，但是呢，因为无信心，嘛无法度得到真正安息。所以伊就警戒伊讲，恁着爱真努力进入到上帝为着恁备办的安息。伫过去的上帝有替因引出因的路径，但是呢，因无真正享受迄个安息。然后上帝有另外准备一个安息日，就这今日要讲的一个信息。第一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起到以色列人因的历史，对以色列人历史中间来警戒因，毋能够犯着同款的错误。第一项就是欠缺信心，切断因进入到安息的这个路径。所以咱看见伫旧约中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然后应该是12天，11天，因就让对旷野，然后进入到上帝所应允迦南地。摩西伫结甲就差派12人去探这个迦南地，因为要进入，所以去了解这个迦南地的情形。有啥物出产，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啥物种问题？所以呢，11天因就当进入到迦南地内面，这是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因出埃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进入到迦南地。上帝互因有一个应允，这迦南地是老年甲美的所在，真水的所在，而且上帝要应允入去。但是圣经内面讲到，因10个人，其中12人中间的10个人。因伫迄个所在进入到迦南地了后，哇！因就去探在迄个所在，哇！这个土地出产非常好，真是老年甲美的所在。但是，像是因阁看见一项，这个所在有非常宽大、非常强的迦南人。所以呢，因看见这个代志了后，因的信心就出现了真大一个问题，因为因看见这个环境。这个所在是上帝所应允的，
而且是真水、流年甲美的所在。但是，因城是看见一项，迄个所在有迦南人，非常强，伊个城非常坚固，所以因的信心得到真大的考验。然后因失去了信心，因所看见的迦南人所代表一个困难，超过上帝的旨意甲应允，而且超过流年甲密的所在。因此，这就是一个结论。上帝应允实在是非常好，迦南地流年甲密。上帝嘛有这个应允，要互阮入去所在，得到这个流年甲密的一个应允之地。但是困难甲危险真大，咱必须要放弃。若无放弃，咱也未得到迄个土地，咱一定会互因消灭。伫因的眼光对因的眼光，咱若像迄个蚱蜢共款安尼，一个大的大死安尼咱无法度去得到遐物件。虽然这是上帝应允真水的所在，虽然已经受带领出埃及，但是因为无信心。11天的路程，结果要行40年，所以无信心，切断因进入到应允之地迦南地的这个路径，无法度进入到迦南，所以因必须要伫旷野。旷野的所在无通安息。伫旷野40年，因拄着真大的试探，所以试探切断因安息的路径。以色列人因无信，看见真大的困难，迦南地伫头前，但是嘛看见困难伫因头前，因无信心通入去，反倒伫遐埋怨上帝。所以后来上帝互因伫旷野漂流40年。因虽然看见咧上帝行十个在的，然后带领因出埃及，然后过红海，亲像行过大地共款，进入到旷野内面，伊犹原毋信，因无认捌上帝的作为。所以伫旷野中间40年久，你会知影迄个所在拄着真侪困难，连你基本的生活的需求拢无法度。所以伫个所在，因要食啥物件，通过伫旷野食啥物件呢？后来上帝互因玛纳，当然玛纳是一工捡一工的玛纳，第二工还佫有无一定，因着我靠上帝每一工降落玛纳，每一工。所以上帝讲，恁敢会当捡一工的玛纳，明仔载继续互恁，明仔载较搁去捡，除非伫迄个安息日的所在捡2工。伊嘛无食通，嘛无肉通食，嘛无水通啉，所以因基本的需求无法度满足，伊就埋怨上帝，试探上帝。带阮来到这个所在，遐尔艰苦的所在，啥物拢无，而且伫个所在过40年，而且一直咧漂流换所在。所以上帝咱讲，你若看到火条、云条的时阵，你就要前刷。咱若看圣经内面申命记的时阵，你就看见哇，因伫个所在不断前刷，不断前刷。有当时啊，1个月、3个月，有当时1工、2工，逐工我看有云条、火条也无。若出现的时阵，无论你伫个所在停留偌久，马上要去前刷。所以40年久是不断漂流。因试探上帝，埋怨上帝。所以圣经内面讲到，诗篇78篇讲，上帝真对因真厌烦，逐工听你踮遐无埋怨，逐工听你咧无信心的话，听甲埋怨上帝。所以诗篇78篇来讲，因继续犯罪，因无信上帝奇妙作为，所以上帝互因的日归伫空虚，然后因的年岁拢伫惊吓内面。兄弟姊妹。空虚的日、惊吓的日，无安息。但是这是因为因无信心，埋欠缺信心。后来，约书亚甲迦勒只有2个人伫迄个时代，伫迄代中间会当进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内面，这是流年甲密的一个所在，应允之地。所以因经过征战了后，就对敌的迦南人中间摕到这个土地，然后分互这以色列人。得到产业，所以因结束漂流的生活，然后进入到一个所在，而且佫有安居的所在，因安尼安顿落来，因通住伫家己的步边，免佫咧牵线，
伫遐靠因所徛起迄个所在，可能去海边，可能是真好的种植边缘，可能是山坡的所在，会当种这个高树，因会当享受伫迦南地的生活。迄个所在老年家面，生活慢慢真安息、安稳。但是含入到一个真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因开始对着迦南这个偶像去拜偶像，对着迦南风俗去拜偶像，特别是巴力甲亚斯他路，这拢是这两个偶像呢，就是讲较好，互你生活更较好，更较富裕，种植会当收成足多，你的囡仔会当生足多，安尼。你若拜这神，会当互你安尼更较丰盛，安尼昌盛之神。所以你感觉就伫迦南地安稳的所在，老年家边的所在，上帝已经互因这物件安稳落来了后，因顶倒去拜偶像，希望安稳了会当更较好咧，安尼。所以伊离开上帝去拜这个假神偶像，所以上帝生气，以色列发作。互因伫对峙中间无法度徛在，然后上帝互因陷落伫灾厄中间，因就非常困苦安尼。姊妹伫迦南地老米甲米的所在，因阁过了真困苦。困苦表示呢，伊无安息。困苦原因是伊委员离开上帝，无信靠上帝，去追求拜偶像，希望会当生活更较昌盛安尼。所以。伊就安尼有真大一个苦难，这个苦难不断恢复，不断恢复，苦难啊、审判啦、敬拜偶像、犯罪，佮受苦，上帝互因佮陷落伫对敌攻击，然后因佮悔改呼救上帝，上帝就拯救伊，拯救了，感觉日子佮改好继续佮犯罪佮拜偶像，哇，伫遐反复，400年久，史记就是记载这段情形，虽然。迦南地生活应该是真好，老年家己的所在，但是呢，生活安稳，互因起更较大野心，更较大欲望，敬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伊伫埃及做奴隶，当然无安息。上帝引带因到旷野内面，信心。互因无法度进入到上帝安息的所在，旷野漂流，无安息。然后进入到迦南地，追求更较的生活品质，敬拜偶像，军队迄阵迦南地的潮流，离开上帝，无安息。这是过去以色列人因的历史，所以希伯来书伫个所在。回想到这历史的时阵，就答因警戒，讲恁着爱真进入上帝安息内面。伫过去，上帝所应允的，因应该会当享受遐安息，但是拢无，因为欠缺信心，因为要行伫上帝应允的旨意的中间，因为因追求家己的道路、家己的生活的品质，无顾念上帝的应允，无顾念上帝的旨意，所以一直无法度进入到安息内面。所以伫这所来警戒讲，恁着爱真努力进入到安息内面，毋通亲像遐过去以色列人，因个问题无信心，然后因为无信心，祷告的效果，诚做恁应该遵守的警戒。警戒因毋能够陷入过去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咱有看圣经的时阵，其实有一个模样，就是信心所产生的安息甲能力。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人信心，上帝讲因是有专一的心来跟对上帝。因对上帝的信心，因甲其他10个探子，甲以色列人无共款。其他人拢是看环境，虽然是上帝应允，虽然是真好徛起老米巴利的所在，但是因看到环境，哇，迦南人遐尼困难，咱无法度赢过这个困难。咱伫这个困难中间，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受消失。就咱像巨人，看你造梦，打一骹你就无命。所以咱一定无法度来赢过这个物件。所以将上帝应允放一边，将上帝应允的迦南地放一边。但是迦勒甲约书亚无共款，
因为伊是对上帝眼光来看环境，因自身伫上帝应允，甲上帝本身能力，所以因无惊外口才会危险甲困难，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对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外在环境，所以因的信心来讲，咱军队上帝，因为上帝引带咱来到这个旷野所在，咱已经开始要进入到迦南地，咱是行伫上帝应允的旨意内面。伊既然引带咱出埃及，就一定会当带咱这边到迦南地。无论这个困难偌大，上帝一定甲咱做伙，而且照伊的应允，引带咱进入到迦南。所以，虽然面对这样大的困难，坚固的城，真宽大的这个百姓，但是呢，咱的胜利已经确定啊。为什么拄到这个时候，你有这个把握？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应允。所以上帝已经应允，既然安尼应允，一定会当帮助咱得胜。这个信心建立伫上帝10个灾的带因出埃及。这个信心建立伫因会当行红海，进入大地，进入到这个旷野的所在。因为上帝已经赢过保护因的生命，所以这个迦南人虽然真宽大，但是伊是咱的食米。你啥无共款的信心的？一个是好，伊看咱像草莓啊咧，但是对咱讲来看，伊是咱的食米。这是完全无共款的眼光。所以信心是啥物？信心是特别讲到咱对上帝眼光来看一切事物，咱对上帝的眼光来明白伊的慈爱甲伊的信息，伊要赐予咱得胜的气力，这就是约书亚甲迦勒的信心，而且因为这个信心，会当3千能力。约书亚向这以色列人提出警告，讲：恁着要敬畏耶和华，真心实意来侍奉伊，将恁伫列祖大河，就是过迦南地了后，伫埃及侍奉的神除掉偶像除掉，去来侍奉耶和华。摆了伫你面前，咱要信靠上帝无？咱要敬拜独一的上帝也无？咱要敬拜迄个引带咱出埃及的上帝也无？还是要等于敬拜埃及的神？咱要专心军队上帝也无？还是咱要军队迦南地这的偶像？约书亚讲，无论怎样决定，我已经决定，我甲我的家决断侍奉上帝，只有独军队伊。迦勒到85岁的时阵，有时咱感觉退休，这是一个真好的日。到85岁，你就找一个所在，也免再去请病，应该是安养余年，享受你的年老生活。迦勒无安尼，迦勒讲我85岁，但是伊去对约书亚讲：约书亚，较早上帝有照伊的应允，要一块土地予我，这是我产业，上帝照我的信心应允予我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现在还有阿拉人伫遐，这个阿拉人呢真宽大，阿拉人伫迄个地中间起真宽坚固的城。但是你将迄块地予我，因为我相信上帝要甲我同在，照着伊的应允，我会当赢过这个人。同款的迄个信心，照过去伊伫要去伫吉甲去探这个迦南地时，迄个信心到伫85岁同款，迄个信心存在。所以迦勒伫个信心中间产生一种安息，这个所在一定是上帝予我的产业。我得到这个安息，这是我会当徛起的所在，这是我的产业。所以这块产业是上帝应允予我的，所以我靠上帝产生气力，去赢过这个阿拉人。所代表困难伫遐，但是我相信上帝会当照伊所应允的，予我的气力来得到迄个应允之地，特别予我的。你就知影这是信心。
信心会当产生一种安息，信心会当得到一种的快乐。可是我感觉，搁差1年半，有人来问我，牧师啊，你搁1年半，你要去倒位？我无啊，要去倒位。想想嘛是差不多，含饴弄孙啊，嘛佚佗无对的所在，赶快去佚佗啊！我对台湾无啥了解啊，就好好去旅游啊吼。我有一个同学，台海同学，伊伫迄个新闻局，拢是派驻的。我已经退休啊，65岁退休啊，我现在拢跟阮太太到个游山玩水，享受退休生活。我就我就上帝问讲上帝啊，过来咧，就免问啊，就安养1年啊，好好享受生活。但是我嘛就上帝问讲，上帝过来咧，你免问我嘛答上帝问过来咧。敢我70岁了后，我要去得到迄块山？敢我70岁了后，我会当继续跑走的路程？过来要安怎样？后来发生一个代志，我感觉可能还有未来。好，这就是讲，咱必须要每一个人拢去问，伫咱每一个人人生的阶段中间，到底上帝啊，过来呢？我的应允之地是倒位？咱讲有进入到安息的所在，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因过去迄种的无信心所产生的效果。但是今仔日，咱敢会当对以色列人中间有啥物种的学习？出来叫目标主耶稣基督，将咱对世界拯救起来。咱过红海，咱进入到上帝，成做上帝的百姓。旷野嘛代表咱伫世界实际的一个生活。现在咱伫这旷野中间，行旷野人生的路，咱嘛要为着生活打拼啊，来满足咱基本的需要。咱的食物，咱的水，伫旷野中间，抗旱野生，咱嘛有生活压力。咱嘛拄着真大只的试探，咱嘛常常安尼漂移漂泊，有无？咱过去住伫倒位，屏东可能台南倒位，迁徙到这个所在，连咱的工作可能换过来所在，感觉讲这个所在可能几年了就要迁徙，所以你感觉讲咱的人生嘛是安尼飘来飘去。无说你要住倒位退休了，我也毋知影，也毋决定，毋知要住倒位吼。虽然有厝，但是嘛毋知住倒位。嘛是上帝搁咱带到另外一个所在，无要得卡。所以咱就拄着真大的苦难，咱就拄着真大的试炼，咱就亲像以色列人伫旷野生活的内面共款，为了咱的生活需要打拼，咱的信心受考验。咱亲像以色列人伫旷野无安息，但是有一个情形，咱可能有一个人已经安稳落来，咱若徛起伫这个所在，咱的生活无有问题，咱也无有欠缺。所以咱免去烦恼到明仔载的食物是倒位。现在拢逐日讲，你才欠3个月到6个月现金有无？你若生活拄有变动，还是环境有啥变化时，你当换3个月、6个月。你若无，你就感觉真烦恼啊！安尼。但是以色列人因是一工都无，过工都无啊！安尼。如果咱若亲像以色列人伫迄种生活内面，咱敢会埋怨？这是对咱一个考验。如果明仔载你的银行铺内面，明仔载的食物，都无够迄个钱通买明仔载食物，你会烦恼袂？上帝，你若我过得真艰苦安尼，我袂安稳，拢无安全感。我家己安尼常常过去，还袂做牧师以前搬厝，包括一个情形，后来我做牧师了后，较渐渐无搬。但是我去到永和城嘛是干呢，迄阵无牧师馆，嘛是要搬2、3遍啊。我一遍最后咧搬厝的时阵。牧师伫遐，牧师娘伫遐哪搬哪哭，计互你一歹命安尼，常常安尼搬，已经搬15遍啊，当时当卖搬安尼吼，伊个真坚强的人，安尼到尾嘛都无法度，看要啥个搬，计伫遐歹命，常安尼搬，安尼搬，不过迄阵了后，迄边了后就无搁搬，这大了10几年啊，我会当体会到迄个常常搬厝，一两当就爱搬迄个。漂流的感觉，但兄弟姊妹，现在我讲我已经毋免阁像安尼来漂流，已经安稳落来啊，食物也免烦恼，所以现在咱就常常会当去食自助餐，食到真饱，
生活品质真好，食物搁较好食一点嘛。咱穿入咱的身躯的时面，咱会当穿插，爱着好势，有温暖就好。咱希望咱穿的会当搁较好的装搭，搁较名牌，搁较fashion一个。咱已经有厝，希望呢，伫不动产中间，咱嘛去追求追较好，安尼吼会当搁换一个较大的厝。所以咱追求的物件，做者拢是世界的代志。所以咱亲像已经进入甲迦南地共款，已经安稳落来啊，已经咱亲像伫年甲蜜的所在，免搁去烦恼食穿，但是咱会追求搁较丰富。咱敢有安尼？咱希望搁较平安的，咱搁较富裕的，咱搁较好的生活品质。所以咱伫迄个所在嘛，慢慢去追求即种的成就。希望上帝互我赏赐愈来愈多、愈来愈好、愈来愈丰盛。所以现在咱有一寡成功神学，这成功神学安尼，足爱。足侪无出去讲个代志，你若去信靠上帝的时阵，上帝互你应允真侪即个物件，你的信心就是要得到上帝更较大的赏赐，互你过较舒服、更较富裕、较好的，这是咱的信心，上帝互咱报赏，敢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地内面，伫遐闹里加密的所在、安稳的所在，因犹原去拜巴力，因犹原去拜亚斯他路。追求更较成功，追求更较富裕，离开上帝去拜偶像。不知不觉中间，咱爱看咱的心思意念，每一工拍开是咱的圣经，祈祷上帝，还是拍开拢是财经消息、股票市场，要安怎个得到较多，互我会存款更较多？到底伫咱心中？所注意的代志是甚物？追求的代志是甚物？咱所目标运用的气力到底伫倒位？所以，姊妹，咱就无共款阶段，无共款阶段压力，无共款阶段一个追求，无共款阶段，互咱失去对上帝专一的信心。所以，伊要来说互犹太基督徒的境界，嘛是对咱一个境界。兄姊妹，咱到下日要到生活的坑内面。这边主要所基督伫安息日，伊是一个手高大的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讲，你伫安息日，伊伫这个高大人，这是犯着安息日。主要所讲，有羊伫安息日下日要到深坑内面。咱敢无将伊救出来，对坑拯救出来吗？这么要想象一项，为什么这只羊会陷入到深坑内面？伊应该伫羊群的固守内面啦。但这只羊有可能真正一只羊的中间，家己走家己的路，找家己的草，要行家己的路，要脱离牧者的一个管制。无张伫中间，伊下入要到深坑内面。伊无要军队无这个引带陷入到深坑内面，伫深坑中间无安息，惊吓无安息。姊妹，有时咱感觉咱敢是有伫咧深坑内面，即只羊陷伫深坑内面，敢若是拢咧讲别人，但是咱家己有陷入到迄个深坑内面，伫你家己本身的生活内面有惊吓无？有欠缺无？有寒冷也无？有失去安全感也无？有陷入到危险中间也无？到底是啥物原因来产生的？有可能是咱家己行家己的路所产生的。主要所基督看人漂流，看人流离失所的时阵，伊就来拯救。所以伊来要将咱对流离失所、坎坷中间拯救起来。伫安息日限你要到深坑，敢若是伫安息日无安息，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伫安息日会当互咱想象是安息，要互咱休困啊，但是有可能伫安息日的时候，伫应该享受安息的所在，咱陷入到深坑内面，就亲像一些人伫过去中间进入到旷野，有上帝甲因三甲做伙，
搁伫迄个心境内面。有可能到迦南地应该是享受老年甲美的生活，但是因互家己陷入到深坑内面。主耶稣来，伊是安息日的主，伊要拯救咱脱离深坑。台湾真富裕，但是听讲有一种听讲有一种调查，有1/4之一的学生有迄个忧郁症，毋知是哪假啦吼啊。或者有咧统计，有1/4的学生因伫咧忧郁症需要辅导甲治疗。现在做侪拢陷入到迄个网络成瘾的所在，需要治疗，互家己陷入到陷坑内面。有时咱嘛感觉伫真大压力中间，希望咱会当提供互厝内底人更较生活品质，这无可厚非，我嘛是安尼。但是咱敢袂因为安尼的关系，咱的生活咱的目标、咱的注意力，拢伫遮个代志慢慢脱离上帝伊的旨意甲伊的应允。所以有真侪时阵，咱军队世界潮流的时阵，亲像以色列人进入到工地拜偶像的风俗潮流的时阵，因无安息，陷入到真深的陷坑中间。主耶稣基督来，要将咱对陷坑中间拯救起来。但是，咱敢愿意伸出手，互伊来拯救？咱敢愿意来军队伊，互咱会当搁转到羊巢内面，伫遐得到保护，伫遐得到供应。所以，得到安息是一种信心，因为只有对上主耶稣基督信心，会当互咱对生活深坑中间受拯救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讲：你得来到我遮。我心内柔软谦卑，你着我背我的担，而我的宽恕，你的心就当得到。意思就是讲，咱会当背主耶稣基督，互咱每一个人量身定做迄个家。安尼，咱行伫个旨意中间，才会当得到安息。咱学习一项信心，毋是只有讲我的灵魂得到救。信心是讲到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必须要倚靠上帝，进入到上帝应允中间。信心乃是讲到我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甲伊建立一种和睦关系。因为这种和睦关系伫上帝内面，才是真正安息，甲真正平安。伫信心的内面，咱甲上帝建立的关系，军队的意思，咱才来明白上帝伊到底带领咱的旨意，甲伊应允到底是啥物。如果若毋是安尼，咱可能追求咱家己的目标，咱家己追求咱家己的欲望，来陷入咱家己所设定的坑内面，但是陷入到世界为着咱设定的坑内面，先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伫咱的身躯必然引带咱，要互追求伊的人来得到保守。所以努力进入你要到安息，这个所在所强调的，你就要坚固心中留心伫上帝的旨意内面，你所听到的道理，你所想事互你的救恩的应允。所以努力毋是讲咱搁较努力，然后咱就努力拍拼做好，希望我若做较好的时阵，有真侪只功劳主耶稣基督斗我拯救，不是安尼。那是坚守咱对主耶稣基督信心。努力也毋是讲家己我着真拍拼，克服家己，互家己变搁较好的人。努力那是咱坚持咱的信心，咱会当接受主耶稣基督为咱成就的恩典，然后坚定信心、专一的心，顺探上帝为着我所定着人生的路，伫我身上要成就的旨意，也是去领受上帝要互我应允我个人的应允之地。
有一个大卫李文斯顿吼，伊是真有名的宣教师，伊主要的宣教所在就是非洲，伫迄个所在16年久。黑暗大陆，你无法度想象，我伫迄个所在才生活16年。宣教师无遐尼浪漫，16年了后，伊倒转到伊的故乡苏格兰，伊的体型安尼非常瘦，当然是瘦啊，无通食物啊。16年的中间，伊的血内面有27种的热病毒。表示讲，若热病毒，就表示要发烧一遍，每一遍发烧拢有性命的危险安尼。伊有一只手，因为迄个屎夹着，迄只手安那半残废安尼。所以16年的宣教师转来了后，这是伊的情形。所以伊转来到苏格兰，伊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来传讲信息。伊讲伫艰苦孤单的非洲生活中间，伫遐有可能过人所无法度想象的，伫遐所在无真安稳，当然嘛有可能无遐尼安息，因为每一工拢拄着遮个野兽，拄着遮病毒危险，欠过遮个食物，但是是啥物会当扶持我继续向前？一直侵入到迄个黑暗大陆内面，侵入到内面，就是基督所予我的应允。我要甲你同在，直到世界的落尾。所以伊坚守伫迄个所在，对上帝的信心，安息伫上帝的同在应允内面。所以这个安息也产生真大的快乐。安息是甚物？上界深的安息，就是当咱做有真大困难的时阵，亲像约书亚，亲像迦勒，因为对上帝眼光来看在一切外在环境，坚持伫上帝所应允的，坚持伫上帝所守事的快乐，所以伫心内有一种确信，一种把握，一种安稳，一种坚定，甚至产生一种快乐，安尼伊会当面对这一切。所以，迦勒讲，将这座山予我，虽然迄个所在有阿拉人，关大城上坚固，但是我一定会当得到迄块山，上帝应允我的所在，快乐，我一定会当赢过因。一个基督徒真正安息，其实甲外在的环境无真大的关联。但有时阵对着我食这风影啊起起落落，但圣经讲，伫大水中间，上帝做王掌管。咱的安息甲能力，在伫咱的信心，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咱大家来祈祷。主啊，其享受阮信心，阮当持守对上帝你的信靠。无论外在环境怎样变化，外在环境偌大引诱，主阮伊个阮持守上帝啊，你独独是阮的依靠，你独独是阮的目标，你的旨意独独是阮所领受、承担、所追求完成的。一切拢是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做成，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一切，阮独独信靠你，你的应允，你所引带阮、享受互阮产业，互阮靠着你安息，得到快乐得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回应上帝的恩典，来唱回应诗，圣诗第580首。
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请坐，即时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请起立吟奉献诗。天父上帝，
我满心感谢俄罗斯，互公园教会诚侪充满喜乐、充满祝福的好所在。感谢你，互平安临到每一个兄弟的生命中。愿知影，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不管是天顶、地下，拢是你的。阮所奉献的，拢是对你所来，拢是属你的。现今愿甘心乐意献互你，望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是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我来遮报告2项，咱的周报顶面无看的吼。第一项就是咱昨下晡有举办咱的牵手爱无限，就细数爱无限的活动吼。那来参加的外口的人吼，拢总共有68个来到咱教会一楼参加，挂咱的同工加落差不多90个。所以感谢上帝，上帝要兴旺咱的公园教会的福音吼，互咱的福音会当哪传哪看，感谢上帝。第二项就是等下12点半开始，咱有幸福小组的同工训练，请咱受邀请要参加幸福小组的同工，不管是运动很幸福，或者是爱无限的幸福小组的同工，拢做伙伫607吼，607的6楼的靠近马路间。咱有伫遐要训练，因为咱对后礼拜开始，咱的幸福小组就要来进行吼。啊，咱昨有邀请继续要来阮中间的有10几个要继续要来阮中间参加幸福小组，所以伫遮甲大家报告，谢谢。迄个姓名知识吼，有像咱的活动拢有做一个相片吼，甲简短的影片吼，所以咱后礼拜吼报互咱看吼，所以非常热烈。你会知讲上帝有引带透过即种的细数爱无限的事工吼，引带咱就伊遮有真正来到即个所在。特别我较感动的甲咱的党里长老共款，就是看咱同工遮的同心合力的服侍，那像训练有素的军队安尼，大家拢知影伊的位置，知影要服侍啥物咱有几遍咱即种的事工进行了后，大家拢有建立真大的默契安尼。所以这也是上帝互咱的公教会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所在来报告2项，后礼拜8个教会，因为因来新竹来野外礼拜，所以因的会有差不多50人啦会参加咱的教会的礼拜。咱甲是空位啦所以要烦恼讲50个来，阮都无位通坐。咱的位置还佫真侪空的所以因50位来。然后下晡因的足球队10几个，拢真高手因的拢真够训练安尼所以要来安怎讲？要亲门大户咱嘛有足球班啦伊拢知影所以就是咱遮有安排咱的足球班，甲有一个联谊的比赛足新鲜足好所以过去咱教会常常有办一个公园杯的安尼联谊比赛安尼所以即道佫有所以下晡1点咱对比赛倒球若比赛若有兴趣，咱来参加咧办咱的招待食便当因差不多连外无参加足球比赛，因会去青青草原遐去南寮佚佗第二个就是咱即个介重要，就是4月19开始咱就有甲台湾新学院所合办的一个新学的课程这个课程第一个课程就是基督信仰的神学导论。有时咱感觉新学院可能是要做专职传教者，无所有人去迄个所在训练。但即摆慢慢有一个倾向，即个倾向就是即个新学的教育慢慢会甲地方有一个结连，无论是线上的，还是迄个信徒新学系安尼甚至现在慢慢甲地方的教会有一个合作。目前合作拢差不多伫台北迄个所在甲地方教会协办，
包班课程。啊，过去拢伫台北是就近，啊，最近呢，咱甲伊讲，希望伫新竹才嘛会当有一个课程，啊，这个课程的所在就是伫咱公共教会。所以呢，咱若要了解一个神学，有这个神学的基础的训练，这是一个机会，已经到现在到咱家己的所在来办，哦安尼。啊，所以咱的信仰有当时讲啊，着神学的代志，着牧师的代志啊，毋是，这是咱所有的信徒拢爱有的。整个教会啊，其咱信仰的基础，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调教吼，就是真理调教。所以咱有即个训练的时候，咱就袂去安尼黑白解说圣经啦吼。有诶讲啊，你著解说你的，我解说我的，啊，著照人个人的解说来看，无一定。哦，所以即个所在咱必须要为什么牧师爱要做牧师以前爱去做神学的训练。咱做平信徒时，我著家己看，我体会我领受到安尼，啊讲起来了，发现哇，甲原来意思是无啥共款的吼。所以现在神学的课程已经来到你的所在，啊，机会已经来到咱的目前吼，啊，所以咱就把握吼，啊，所以咱希望会当来参加吼。啊，这个包班课程就是讲，现在这是第一个课程，将来咱教会若有啥物种需要的时阵，会当客制化，哦，即咱所需要，希望咱啊学校会当替咱来准备这样，吼安尼，啊，所以咱就赶紧啊把握吼，啊，小的就决定哦吼，看即期办了安怎，若办了无好势吼，啊无啥人。就不爱去办后吼，所以呢，把握机会，因为这是咱会当进入到较深入去了解圣经、了解这个信仰的一个真好这机会啦吼。啊，5遍哦，时间啊，伫咱的周末内面啦吼，啊一遍3点钟，不过咱爱交1000块，咱过去拢有拢有教会补助，但即道无爱，就表示讲这个课程真好。值得你花费1000块吼来上，吼，所以啊，不管咱信主偌久吼，咱希望会当来上这个课啦吼。啊，搁一个告解消息，伫上尾的所在吼，对吧？这个所在特别要讲的，就是马街医学院吼，对今年开始吼，伊要改做马街医学大学。那这个非常重要，医学大学，因为医学院表示伊是。学院的量体而已啦，吼，即个学院尔。但係你个大学会当包含做一学院。啊，去年我是迄个北大的议长，所以即个议长的即个任期的中间吼，其实做一个真重大的决定啦，吼。啊，即个决定就是讲，真理大学因为即个少子化，财务产生真大问题，啊，差不多要政府收去啊，啊，所以呢，迄个决定就是。请总会来进入到董事会来接办。那真理若是会当继续存留的时阵，安尼将来马街医学大学啊，就会当甲即个真理有一个较深的一个合作哦。啊，这个合作包含可能就是合并啊，还是讲整并啊，这个物件吼。啊，咱的新人医嘛真困难啦吼。因为台湾新人医也是即个台南新人医，所以伊嘛是爱去探讨讲，哇，即个台湾新人医有法度佮继续办落去的袂？啊，一年吼欠亏的钱也遐尼多吼。啊，所以即个中间的一个变化，包括医学大学，啊，包括真理大学，啊，包括迄个新学院，即中间可能后摆总会也去探讨，就是讲将来是毋是有做一个安尼做一个整合。啊，这个校舍，这资源要安怎去运用？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真关键的一个改变吼。啊，所以这个所在，这马街医学大学，敢咱较无啥物关联，甲咱地敢若无啥关联。啊，其实对整个咱长老教会，啊，其实有真大的一个影响甲改变啦吼。所以这所在特别啊，说明互咱知影吼，安尼。煞只报告，咱7楼的图书吼，要刷去录控伊教室，那要做小型的图书室甲读册室，啊，太少书籍免费赠送，请兄弟伫1楼家己取用。只要真理班本主日下晡12点半到2点，伫录控伊教室。第8课，课程第8课，定找你的人生价值，
是黄牧师主持。过来，美美国教师会本主日下晡12点半到1点半，伫2楼赖牧师主持，请美美国教师同工参加。领袖高峰会3月8号到15号举办完成，感谢嘉豪执事夫妇的辛劳。一寡相片参考者。过来，咱7楼附堂的古钢琴要免费赠送，若有意愿要承接的兄弟，请洽总务组。需要2024年个人奉献证明来申报所得税，请伫1楼招待所登记。具体消息：社青团契郑桂龙、应慈夫妇伫2月初9平安生一个查某囝，愿上帝赐福。乌佩慈牧师就任感恩礼拜，今仔日下晡3点伫桃园教会。接着，咱来唱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400首，请起立，吟诗说，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甲守护咱的信心，甲咱三甲同在，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嘿，我做助理。